全球伊斯兰教徒重要的大代志，卖遮条件对6月初4开始，即卖有150万个穆斯林去到沙特阿拉伯，也去年呢，就有超过1300人热死，今仔日是热到44度，当局就颁布新政策，就是要来避免这种悲剧搁再发生。 高温甲人电是这段信仰之路的大挑战，卖遮朝拜信徒唔惊拗热甲温滑的地形，天光前就开始往阿拉法特山集合。听讲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后讲道的所在，信徒爱伫阿拉法特山停留到日头落山。当地温度超过40度，附近有大型电风喷雾降温，协助大家长时间祈祷。 卖遮目前拄啊是高温的季节，当局已经有事先预告，早起11点到下晡3点是一天当中高温的时段，因为去年雕成超过1300人热死，其中大部分是无经过授权，欠缺适当的保护甲资源。We started almost 364 days ago. A lot of healthcare workers. Pre-hospital care, ambulances. 沙特阿拉伯政府今年颁布新政策，包括12岁以下囡仔袂使参加，头一届参加朝拜的人有优先权，已经参加过有限制。这段清净市有装全球上大的冷却系统，增设400外个冷却装置，搁扩大热远的所在种1万丛树仔做环境绿化，人工智慧无人机监控人阵移动，避免相搭，以及有官方许可证的信徒会当进入卖家，已经当超过26万个无经过 授权的人进入朝拜，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讲，那是经济甲身体条件稳准，一生都爱尽一届朝拜义务。沙特阿拉伯有伊斯兰教上神圣的圣地麦加甲麦地那，由国王担任2座圣寺的守护人。相关的宗教活动也为三国每年带来上百亿美金的收入。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。